姜濤隱藏特質，核心優點唔識收貨。人哋眼入面自己只係一件產品，佢偏偏要做一件工藝品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姜濤不甘平凡嘅極致匠人精神。各位巴斯打安好，歡迎入嚟魚眼雷達。平時不嬲都有好多人中意攞住個放大鏡去挑剔姜濤呢樣嗰樣，將啲雞毛蒜皮嘅事小事化大。既然大家咁中意用放大鏡對住佢，今日雷達都想學下嗰啲人兄，攞起把放大鏡。不過我今日唔係講埋啲無謂嘢，我係想用一個大家平時忽略咗嘅角度去放大姜濤一個好少人提，但其實係佢一個最核心嘅特質。簡單4個字，就係佢唔識收貨。你俾一首歌佢喺台上唱完，全場拍爛手掌，所有人都覺得冇問題。點知佢自己走返後台，衫都未換，就已經拎部電話出嚟聽返頭先個錄音，眉頭深鎖咁同音樂總監研究頭先第2句個尾音，好似收得仲可以再靚少少。你同佢講得啦，100分，收工食宵夜啦。佢會望住你，好認真咁話：我唔係要過關，我要過自己個關。而我覺得仲差咁啲，以上係設計對白，一定係除非唔係啦。呢種人，同事可能會覺得好頭痕，老闆會覺得佢唔識計數。人哋返工係求過關，佢返工係求修行。人哋眼入面自己只係一件產品，佢偏偏要做一件工藝品，好似一個匠人咁，永遠喺度追求極致。而佢偏偏就係呢種永遠不甘於平凡，要對得住自己個靈魂嘅人。最感動嘅就係佢會將佢一啲啱拍好嘅 MV 啦，或者啱錄好嘅歌啦 send 俾我聽，跟住問一問我有邊度唱得唔好啊？佢一路都好似未停止過令自己進步咁樣。咁我當時就覺得呢個年青人好叻，因為喺樂壇當中，你要成為一個長青樹嘅話，你一定要有足夠嘅鬥志，同埋要好客觀咁樣認識到自己邊啲地方叻，邊啲地方冇咁叻，跟住將勤補拙。所以喺當時，我回咗佢一個 message， 我話你要加油啊，我買你嘢。如果去到一個普通嘅拼盤 show， 成晚自己淨係分得一首獨唱歌，好多人返工打卡嘅心態，通常都係唱完收工，反正主角又唔係我，最緊要唔好出錯，舒舒服服穩陣過關就算。基本上就係準時打卡，靈魂蒸發，唱完個心已經飛咗去諗緊陣間打邊爐叫肥牛定牛展。但偏偏佢對舞台有一種純粹嘅堅持，得一首歌，佢都要將呢一首歌玩到盡，可能開頭重新編排下，或者加部分新舞步。呢種對細節嘅瘋狂，聽聞佢連拍廣告都係咁，導演一嗌 cut， 佢第一時間就衝去睇 playback 逐格研究。如果用廚房嚟比喻，得一隻蛋，正常廚師煎荷包蛋過到關就算，佢呢？佢用嗰一隻蛋，點都要喺個台上整一碟黯然銷魂飯出嚟。佢字典入面從來冇敷衍2個字，追呢粒星，你永遠唔會買到特價福袋，因為佢每次俾你嘅都係佢親自衝去睇 playback 執出嚟嘅限量版。可能有人會問，搞咁多花臣，大公司肯唔肯俾你咁玩先？佢嘅答案好簡單，唔使人批准，我自己嚟。佢好多次嘅重新編曲、新舞步，甚至舞台上嘅小動作，根本就唔係用錢堆砌出嚟，而係用自己嘅時間同心機慢慢磨出嚟嘅。你以為一定要有個好把炮、好豪華嘅舞台，個表演先有新鮮感？真正值錢嘅，從來都唔係個舞台有幾大，而係你對個舞台嘅誠意有幾大。預算有限，但靈魂無限。只要心意夠定，
爛地都可以變成紅館，只要你個人夠班，個舞台自然就會發光。你唔使俾個頂級舞台佢自己會用表演令到個場變好睇。平庸嘅人冇資源就大條道理停喺度，藉口多到可以出書，大腦唯一運作嘅時候就係諗緊點樣射波。而真正有諗頭嘅人，自己本身就係源源不絕嘅資源，你想喺後面吹佢？慳返啖氣啦，佢自己逼自己，隨時仲大力過你。所以講到尾，佢呢種唔識收貨，得到最多着數嘅，其實係我哋呢班觀眾。你想下，一個歌手明明唱咗同一首歌100次，你以為今次都係例行公事，點知佢次次都有新花款俾你睇。今日改下編曲，聽日加個新舞步，後日換個唱法，完全係用買1送99嘅心態去對待全場觀眾。買張飛入去以為聽舊歌，點知好似開咗盲盒咁。真正嘅專業唔係將一件事機械式咁重做100次，而係將同一件事做出100種唔同嘅生命。你以為自己睇緊同一首歌，其實你次次都好似用緊同一張飛睇緊一場全新嘅 show。呢種每次都有驚喜嘅演出，就係佢送俾觀眾最大嘅誠意。你完全唔使擔心佢會敷衍了事，因為世界上最難應付嘅老細，從來都唔係台下嘅老老亂亂，而係鏡裏面嗰個自己，因為佢對自己嘅要求永遠嚴格過觀眾對佢嘅要求。其實講到最核心，佢最無可替代嘅就係呢種唔識收貨嘅神髓。進步呢樣嘢從來都唔係一步登天，而係靠每一次咁樣去微調，慢慢處翻嚟嘅。世界上最可怕嘅事，唔係聰明人比你努力，而係一個已經上咗神台嘅人，每次上台都仲好似新人咁，不停幫手舊歌賦予全新嘅生命力。就算大會俾佢嘅演出機會得一首歌，得短短3分鐘時間，佢都好享受咁喺個台上將個表演雕琢到最好。平庸嘅人以為成功就係終點，但對於真正追求極致嘅人嚟講，成功只係下一次進化嘅起點。人哋覺得贏咗就可以收工，佢就偏偏將個獎牌變做下一場挑戰嘅入場券。呢種永遠唔會交行貨，不斷自我進化嘅態度，先至係真正嘅專業。歡迎留言話我知你點睇，我係吹水雷達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你嘅支持對我好重要，想再支持多啲呢個講真話嘅頻道行落去，歡迎撳下面個 Thanks 掣請我飲杯咖啡，大家互相支持，真係好多謝你。雷達靠你撐，下條片見。